来家己做一个自助呢，家己认为安尼就是啊呢，安尼我知影，敢是安尼是即个知，敢是大家智慧，未必会厉害。吼，咱即个知，其实互我搁来指一个咧，咱知影回头的穆罕默德就是个教主，啊，迄阵呢，因的建父啊，就是要掠即个穆罕默德。啊，每一个即个出关的、要出国的较早的关口啊，就拢在迄个守卫遐个兵将，要来掠即个穆罕默德。啊，有智慧的学者，有智慧的学者，伊所看你遐表面上即个高丽内面的后壁面的原因，伊搁看较清楚。安尼吼，因遐地主讲安尼要安怎？每一个关卡拢咧搜查这个穆罕默德，伊就甲伊个地主讲，甲伊老弟讲啊，等下咱来到关口遐，你着甲因会问讲，请你来啥？穆罕默德甲伊个地主讲啊，甲伊个老弟讲，你着甲讲，请恁迄个就是恁要掠的人，穆罕默德。因的老师就安尼甲伊讲，啊，即个真仔厉害就安尼甲讲，啊，即个兵将，即个关头兵将就讲，你讲较错，你咧骗啥嘞？啊，你咧假甲我讲，这车恁安尼做好买落手去过。各位先生，互我即个意即个咧，讲，咱会以家己的想法吼，咱会以家己的想法安尼呢，这个穆罕默德，其实呢。一个学者，伊的思考啊，绝对毋是表象上，毋是伫咧感官享受。啊，咱讲呢，伫这个身躯感官享受，其实若有所爱，就有所执。爱的执敢若亲像乌影哦，就互咱看袂清楚，因为咱通常用心伫心情哦，其实拢离形离下，就讲这个身躯才会珍惜这物件。啊，觉者毋是，伊的思想是超越的，伊的思想啊是超越现象界，所以形面上是以心上才发录音看，是看人无看的。
而且咱想伊实际就是细里面自以为很聪明，咱想聪明的人会转化易漏洞的，会安怎？因为较敖嘛，所以呢，袂随便向人顶头，嘛要叫人讲腰较软的迄个身体放下身段，敢若有一点仔困难，因为呢，自身的迄个控歌心、骄傲心、魔心较强，相对的安尼要脚踏实地嘛较困难，所以真正要升仙做佛来，伊是袂去计较的，袂去计较的，伊心思拢是无为大心安尼咧做，热心安尼去做的，伊嘛袂去计较。若是遐计较的呢，其实就已经是凡夫的思想、众生的思想，所以互较安尼感受，这个当然啦，有智慧嘛。那聪明敢无好处？聪明嘛是有好处啊。聪明，伊要学代志较紧，要处理啥物代志，要面对啥呢？敢若人讲较会晓、较敖。咱真就是要安怎来转型为智，若无呢？这个智啦，这个智性若哪强，智性若哪强哪薄满哪听袂出，哪无法度接受人的意见的，哪听袂落呢？要改变变得哪困难？我拢想，生理人做生理，就爱哪精明，哪够斤斤计较，安尼比较有意思。毋过咱想，足精明的人，敢无法度先去做主？拢是迄个大利弱无，世间讲的快戆戆的。毋过伊实际看，敢若讲看弱无，但是伊真正是内地者。